歡迎收睇齊來15運全運會澳門賽區啦，會承辦三人籃球男女子兩個項目嘅比賽，代表隊已經準備好喺主場出擊咯。比賽就喺臨時搭建嘅永利皇宮南門戶外草坪度進行，相信到時嘅氣氛一定會好熱鬧，大家記得入場同代表隊打氣啦！第15屆全國運動會澳門賽區承辦嘅三人籃球，作為東道主嘅澳門將會出戰男子同女子兩個組別。今屆賽事每隊最多可以報6個人，其中要有3位19至22歲嘅球員㗎。最後階段再挑選4人嘅參賽名單。男子代表隊成員以年青球員為主，分別係曾普成、鄭智軒、何浩然、許有為、韓成俊同陳思展。陣中有唔少球員都有外出參賽經驗，包括係曾經參加亞運嘅曾普成同何浩然，當時歷史性帶領澳門首次躋身12強。喺年初新加坡舉行嘅亞洲杯，曾普成都有份參賽㗎。今屆全運會將會肩負隊長嘅責任，對於佢嚟講既興奮又期待，會做好自身嘅準備去帶動球隊。對於今次做隊長呢個身份，我覺得都係會有備而來咁樣咯。咁我對於呢個身份啦，我覺得首先就自己先要做好無球場上嘅表現啦，即係有一定嘅得分保證啦，同埋即係減少不必要嘅失誤啊，可以串連到球隊咁樣咯，即係可以藉住自己嘅能力可以帶動到球隊，同埋戰術配合上啊多啲主導去提醒下隊友啊咁樣咯，串連大家咁樣。全運會競賽項目三人籃球6月份喺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A 館已經係進行咗測試賽。當時邀請到珠海、中山、江門連同本澳男女子各4隊參加。其中男子代表隊由何浩然、鄭智軒、曾普成同許有為組成。一路就過關斬將殺入決賽，最終以15比10擊敗江門球隊，收穫冠軍㗎。當中23歲嘅鄭智軒表示，比賽入邊隊友不停咁鼓勵同埋支持係佢最大嘅動力。我哋每個人做翻自己角色做嘅嘢咯，同埋冇埋怨咯，即係失波或者點樣都好，鼓勵拍手，下一球做翻好啲，咁就同埋每一場都總結一下我哋有啲咩失誤啊或者點樣咯，就會 briefing 一下講一講。咁就令下一場打得更加好。全運會賽事高手雲集，男子代表隊平均年齡就較為年輕。領隊周曉彤表示，呢一點並唔一定係缺點嚟㗎。形容佢哋有好大嘅潛力同埋拼勁。今年除咗參加過亞洲杯，仲馬不停蹄參加唔同地方嘅三人籃球分站賽事，以賽代練。球員已經係由以往嘅單打獨鬥變成懂得利用配合同埋自身嘅優勢，認為球員已經有十足嘅準備。我哋其實而家嘅班底咧，其實已經出去幾次比賽啦，包括試運啦，就磨合咗好多嘅。咁而我哋最主要針對咧就係以快啦，同埋以防守咧去取勝，因為你知道國內嘅球員都係比較高大啦，咁而高大嘅球員又未必即係喺速度上面有可能冇我哋澳門嘅咁優勝，咁我哋都會主力咧喺呢個速度同埋防守上面咧去做好。三人籃球每次比賽有3人上場，1名係後備球員。有別於其他比賽，教練係唔可以喺後備席或者係球場嘅範圍指導㗎。一切嘅戰術同埋暫停都係由場上嘅3位球員自行決定。意味住球員需要具備更高嘅自主力同埋應變能力。周曉彤表示，入選嘅球員互相都有良好嘅溝通同埋執生能力，已經針對呢一方面去指定1至2位嘅球員作為球員教練，去做最終嘅決定。因為如果我哋4個球員都係好慌張啊，咁我哋就會好困難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會同球員講咧，當有呢啲情況嘅時候，我哋點樣去休息，點樣去暫停，然之後點樣去由個球員教練咧去俾指示，嚟緊點樣做。係呢方面3人就比5人唔同嘅，就教練嘅佔比就唔係好大咯，相對就好睇球員嘅臨場執生嘅能力咯。
咁我自己都相對叫做喺球隊叫有啲經驗啦。咁我覺得我可以即時發現到當下問題，咁我哋暫停，我哋即刻去修正咯，盡量去改善咁樣咯。咁都係依賴以往嘅我自己經驗啦，同埋隊友之間嘅配合咯。咁呢兩個元素去解決當下嘅問題嘅。女子代表隊今年亦都分別出戰多項嘅賽事嚟提升狀態。雖然喺7月中先至係正式收到通知，能夠派隊主場出戰全運會，但係備戰計劃一直都冇暫停㗎。教練同埋球員都希望隨時可以為呢個全國性嘅賽事做好準備。可以參加全運會呢個機會其實十分之難得㗎咯。咁其實一開頭都冇遇到話真係100% 可以參加嘅，所以其實個心情一直都係諗住之前有個試運賽，咁就先準備好試運賽。咁如果試運賽之後仲有其他比賽就先準備，即係一個一個比賽咁樣嚟準備咁樣咯。我覺得我哋幾個教練組嘅成員都好好，因為我哋好正面，我哋就覺得總之將眼前我哋可以做嘅嘢都做好，一有機會就把握好，咁機會自然會嚟。咁如果有嘅我哋就珍惜，如果真係冇嘅咁就算數咯。係啊，咁但係當有嗰刻，其實我覺得我哋冇一種好興奮或者好唔興奮嘅，我哋就平常心，好，我哋就要 get ready 去享受呢個過程咯。女子代表隊6人名單分別係由陳敏琪、陳嘉怡同謝雅詩3位經驗豐富嘅球員，夥拍新生代嘅林詠霞、戴婉琪同馬莎莉。當中陳嘉怡同陳敏琪5月曾經代表澳門出戰亞洲盃，當時喺分組賽攞到2勝1負，雖然僅以細分落敗，未能夠出線，但已經創下澳門參賽以嚟最佳成績。喺全運會將會肩負隊長責任嘅陳敏琪表示，代表隊當中資深球員同年青球員年齡有一定嘅差距，磨合上係一大挑戰。除咗爭取喺比賽攞到好成績之外，另一期望係將本澳嘅年青球員帶起，建立良好嘅梯隊。因為我會覺得佢哋好多情況下同我哋打都幾有壓力嘅，咁所以好多情況下應該係信心嘅問題咯。但係其實佢哋足夠有能力去做到，只係有時候太緊張或者有啲壓力嘅情況下諗唔到嘢咁樣咯。咁呢一啲都係佢哋如果可以解決咗，就會好大嘅進步咯。我會覺得。女子代表隊喺三文籃球測試賽收穫亞軍，當時未有入選嘅林詠霞在旁學習到師姐們唔放棄嘅精神。就算面對比自己高一個頭嘅球員都唔會怯場㗎。呢位20歲嘅小將表示，喺正賽能夠入選十分之驚喜。經過不斷出外比賽，已經同師姐們有一定嘅默契，希望可以為球隊出一份力。測試賽我都有睇啦，咁我覺得佢哋係可以喺咁高強度嘅比賽入邊咧，都可以做到啲默契啊，同埋喺關鍵球都會有把握到咯，即係我就會好大嘅啟發啦。咁我作為年輕嘅球員啦，我都會向師姐們學習，以佢哋為榜樣咯。女子代表隊教練梁偉業表示，希望以最完整嘅3大一細陣容去迎戰全運會，同時亦都希望球員享受比賽，喺主場打出澳門應有嘅體育精神。首先，我想我哋球員係好 proud of 自己有得代表澳門先，喺態度同埋心態上好投入，亦都好鼓勵身邊嘅人去支持同埋鼓勵佢哋。呢個第一先，我覺得因為係全城嘅運動、全國嘅運動啊嘛。我哋代表澳門地區，我想即係大家嗰個態度同形象力喺得度先，然後再應對嘅時候咧，就係豁出去同佢哋打。老實講，我哋贏到一場，對我哋嚟講都係好大嘅獎勵嚟嘅，所以我哋就係用一個挑戰者同學習嘅心態去面對各個高手。三文籃球配合街頭風格，一般會將賽事安排喺戶外，節奏快，同時係需要技巧性同埋對抗性，極度考驗運動員嘅體能㗎。代表隊除咗1個星期有2至3次訓練之外，仲會加設一課體能，俾佢哋更加適應比賽時嘅強度。力量同埋技術嘅綜合戶外訓練啦，我哋喺室內入面會有一啲戰術上嘅配合、對打同埋輕微嘅體能訓練啦。然後我哋亦都會頭先會講到，我哋喺拳館嗰度會有一啲核心啊、協調性嘅室內訓練，咁就會 keep 住行上去做呢3樣嘢，咁令到佢哋無論喺體能啦、基本功啦、實戰啦、戰術執行各方面都會可以繼續去進一個層次去執行加強。今屆全運會三文籃球男女子2個組別都喺臨時搭建嘅永利皇宮南門戶外草坪進行，比賽喺11月12至15日，一連4日上演。
男子組14隊分4組各組，主場出擊嘅澳門被編入 C 組，同組仲有江蘇、江西同廣東。而女子組同樣係14隊分4組㗎。澳門身處 C 組，對手有廣東、四川同埋天津。小組前2名先至能夠躋身淘汰賽，再爭奪冠軍。代表隊上下一心，希望喺主場打出應有嘅水平。目標咁一定係向更高嘅舞台去進發嘅，即係冇話冠軍，但係起碼可以打到入8強啊、4強之類嘅，即係至少我穩定輸出，合格嘅命中率，跟住可以先做好自己呢個角色。再進一步更加上啦，但係小組出線係我哋首要嘅目標，同埋打精彩嘅比賽俾澳門嘅市民睇。我想我哋嘅隊員咧係非常之打得有血性。OK， 因為 win or go home 1場2場咁樣打得非常之有血性，盡我哋能力喺澳門攞到1勝。咁所以我會希望可以展現到呢個打不死又好，跟住總之一個頑強嘅精神俾大家睇咯。咁亦都希望可以俾到政府睇到啊，你選擇俾我哋出隊或者點樣係正確嘅咁樣咯。之前參加嗰啲大型嘅賽事都係出邊嘅，然後今次喺澳門咧就會覺得自己係東道主咁咯，之後就好特別咯，所以都會想發揮得更加好。咁如果係贏得晒嘅，入到決賽或者出到線嘅，呢啲目標就其次嚟嘅。我希望佢哋喺佢哋每一場以為自己可以去到嘅界限再突破，打多啲，打好啲，咁就係啦。對我哋教練嚟講就好滿足㗎啦。All right, gather. We count on 3. 1, 2, 3. We count. 今屆澳門將會出戰唔少水上項目，呢一集同大家睇下游泳、跳水同獨木舟嘅備戰情況。游泳代表隊啦會派出4男4女出戰，大師兄周文浩嘅目標係要打破澳門紀錄，並且帶住師弟師妹一齊進步。游泳代表隊今屆派出4男4女出戰全運會，其中周文浩、吳志軒、陳佩琳同鄭詠芝肩負重任㗎。除咗要出戰各自嘅單項，仲會參加4項嘅接力賽。作為大師兄嘅周文浩表示，近年見到代表隊有唔少新星冒起而感到開心，希望帶領佢哋一齊不斷向前。呢位澳門蛙王今屆全運會將會挑戰50米同100米蛙泳，繼續向突破個人保持嘅澳門紀錄為目標。全運會係今年嘅目標啦，亦都係最重要嘅賽事啦。咁就過去去咗美國集訓啦，跟住啱啱完成咗世錦賽啦。咁就亦都係即係近期嘅一個對自己一個檢視咯，睇下仲有啲咩可以調整啊，或者有啲咩部分係可取嘅，我哋繼續做好佢，繼續保持住佢咯。跟住睇下啲咩可以再做好啲咯。其實依家都已經係個隊入面嘅師兄啦，咁就見到師弟師妹成績都幾好啦。咁我都為佢哋好開心嘅，都好鼓勵佢哋。哦，你哋要將個目標再擺遠啲啊，擺得再高少少啊，咁就自己可以再進步咯。係咯，我會有呢個諗法咯。然後我都會同佢哋一齊努力去挑戰自己啦，繼續挑戰澳門嘅成績啦。上半年泳隊馬不停蹄出戰多項賽事，其中吳志軒喺7月舉行嘅世界大學生運動會50米同100米自由泳都刷新個人最快時間。其中係50米自由泳預賽游出23秒17嘅成績，打破2009年劉坤峰所保持嘅澳門紀錄，將時間推前0.01秒㗎。到9月初嘅澳門游泳錦標賽，吳志軒再有突破㗎，先後將紀錄推前。今屆全運會同樣係出戰50米同100米自由泳，佢表示會做好細節，避免喺大賽犯錯。好開心啦，都好興奮可以代表澳門去參加全運嘅。機會都難得，所以都好珍惜有機會咯。上半年就會練翻，即係練翻條氣咯。我覺得下半年就可以
再執好啲細節動作，嗰啲出發、跳水或者抱水動作都可以再執得好少少。就希望喺比賽之前調整得最好啦，就唔好喺呢啲咁嘅大賽度再有啲好細嘅錯誤咁樣拖慢咗自己時間咯。可以執好啲細節，做到最好咯。目標都係破咗澳門，即係破咗自己前排破嗰個紀錄啦，可以做得更加好，同埋如果有機會嘅話，都希望可以入到半決賽咯。至於鄭詠芝年初喺環地中海賽事中，主項嘅400米混合泳游出嘅時間比自己個人最佳時間慢咗8秒㗎，一度大受打擊。不過經歷完美國集訓之後，調整咗動作，狀態同自信心都翻晒嚟。緊接嘅世大運出戰3個項目都突破自己最佳時間。第2次出戰全運會嘅鄭詠芝，今屆會挑戰200米混合泳、100米蛙泳同50米蝶泳。佢希望喺全國大賽中面對強敵之下，推動自己游得更快。我相信對我嘅一個成績嘅話，都會有好大嘅幫助啦。因為其實同我一齊競技嘅運動員啦，都係一啲可能水平會比較高嘅運動員啦。所以其實喺佢哋隔離游嘅話咧，可能都會推動到我游得更快咯。200運就算係一個重點項目啦，對於我嚟講，咁我希望可以喺200運裏邊咧游到好好嘅成績啦。同埋喺50蝶啦，50蝶其實唔係一個我特別擅長嘅項目啦。不過喺呢個4年後嘅洛杉磯奧運會都係加咗呢個50米嘅項目，咁跟住所以全運會呢啲比賽都會加咗呢個50米嘅項目啦。咁所以今次都係報下呢啲短途，睇下自己喺即係短途方面會唔會有所突破咯。陳佩琳同樣係第2次參加全運會㗎，將會出戰50米、100米同200米3項嘅蛙泳。呢位擁有多項澳門紀錄保持者，對自己上半年嘅表現就唔太滿意，而全運會就正值賽季嘅尾段，佢希望有一張好嘅成績表圓歸。都今次可以參加到都幾開心，因為今次都係我第2次啦。咁之前第1次都係比較細，就係游嘅成績都冇話好快咁樣，就所以就係去體驗一下嘅感覺咯。咁今次第2次因為都係臨時加咗50米呢個項目啦，咁我覺得我嘅50蛙都可以係幾有競爭性嘅，都係有啲機會嘅，所以我今次都會比較期待上去參加呢次全運會咯。都有參考過之前全國冠軍賽嗰啲成績嘅，咁其實我覺得如果我50蛙可以突破到之前或者同之前差唔多嘅時間，我覺得我入決賽應該係都可以嘅，都可以衝一衝嘅試下。今屆游泳項目安排喺11月10號至17號喺深圳大運中心游泳館上演。至於全運會跳水項目，代表隊派出1男3女出戰3個項目。何向榮將會參加男子單人1米板，趙幸瑜就會夥拍梁欣怡參加女子雙人3米板，而年僅13歲嘅布善林就會出戰女子10米台。4位運動員同樣係第1次代表澳門出戰全運會㗎，異口同聲感到榮幸同埋興奮。我覺得好開心，好榮幸可以參加呢個咁大型嘅比賽。好開心同埋好榮幸啦，因為我畢竟係第1次參加國內最大型嘅運動會啦。我希望可以好好發揮我平時訓練嘅水平咯。首先好榮幸可以代表澳門參加呢啲咁大型嘅全國嘅賽事啦。可以同啲咁高水平嘅選手咧一齊比賽咧，我覺得我相信一定可以獲得好多嘅大賽經驗嘅。4位隊員當中年紀最細嘅係13歲嘅布善林，2年前先開始接觸跳水。對於10米台嘅高度，既感到激動又緊張。佢希望可以喺比賽嘅時候發揮到訓練時嘅動作。我今年13歲，跟住我跳咗10米台2年。我揀10米台驚嘅，但係因為好刺激，所以我就揀10米台。我行出去嘅時候係有啲緊張嘅，但係一企到上去準備跳嗰個動作嘅時候，就會揾翻訓練嗰陣時嗰個感覺，就冇咁緊張，跟住跳落去嗰陣時候好啲咯。我期望可以發揮平時訓練嘅水準。
跳水係國家隊嘅傳統強項，全運會預料高手雲集。4位初次出戰嘅代表隊運動員，希望抱住學習嘅心態去挑戰。備戰期間都針對個人嘅弱點去提升，目標係將動作做到最穩。喺呢一段時間入面，我哋有加強到喺轉體方面、喺翻騰方面都有做加強嘅準備動作。希望可以喺全運會嘅時候呈現到一套好嘅動作喺全運會上面展現俾大家睇。集中喺平衡力量呢個方面啦，係啊，因為跳板始終都係要翻啲平衡嘅，平衡好走板好咧，起跳高度咧就會有好嘅起跳高度。喺今次全運會咧，我希望可以同國家級嘅隊員一齊交流多一啲啦。喺1米板嘅比賽入面咧，可以做好自己，發揮出平時訓練嘅水平就可以啦。代表隊1個星期有4至6次嘅訓練，為咗更好咁備戰全運會，週末仲會去到內地集訓，希望俾佢哋訓練嘅環境接近比賽時嘅感覺，更好咁調整每個人嘅細節。代表隊跳水教練梁盼表示，呢4位嘅運動員能力不一，訓練嘅目標主要係維持佢哋嘅體能、力量，強化平衡同埋柔韌度，希望佢哋可以享受呢一個大型嘅全國賽事。首先，教練都會同我哋話，我哋國內嘅全運特別係跳水呢個項目咧，算係目前世界上跳水項目整體水平最高嘅一個賽事之一㗎啦。首先，佢哋要面對嘅運動員咧，都係經過長期磨練嘅專業性運動員。我哋喺水平上面同埋進度上面，同佢哋可能會有一啲差距。但係我哋每個人最大嘅目標咧，首先係要自我突破。然之後，我哋作為一名運動員咧，首先又要表現出自己積極向上嘅嗰種態度，表現好呢個，就算完成我哋嘅參賽任務啦。全運會跳水項目安排喺廣東省奧體中心游泳跳水館舉行，比賽時間為11月2號至11號。最後同大家睇下獨木舟代表隊備戰情況。澳門今屆將會出戰2個項目，蔡敬華同黃成忠會參加男子500米雙人皮艇，邱子涵就會夥拍李佩瑜出戰女子200米雙人蛙艇。我第一次參加全運會啦。關於今次全運會嘅感受，我覺得好榮幸啦，有呢個機會可以出戰全國咁盛大嘅賽事啦。係嘅，咁我都係第一次參加啦，我亦都之前唔算參加過啲咁大型嘅比賽啦，所以我開頭收到話可以參加一個咁大嘅比賽咧，我都覺得係好驚訝嘅。咁我而家都好開心，亦都好興奮去到呢個經驗啦，亦都希望可以學到多啲嘢。我嘅感受係好興奮啦，因為真係第一次參加呢個全國性嘅賽事，我希望可以盡可能咁樣同我隊友攞更好嘅成績。呢次全運咧係我即係第一次去參加國內比較大型嘅運動會啦，都個人本身自己都覺得興奮嘅，因為咁盛大嘅運動會自己第一次去嘅，講真。中國喺淨水獨木舟國際賽事頻頻奪金，喺國內可以話係人才濟濟急。首次挑戰全運會嘅蔡敬華同黃成忠，為咗更好咁備戰，2個人喺獎品嘅節奏、下水時間等等嘅細節都落咗苦功㗎，希望有更好嘅良好配合，同時亦都想借住呢項大賽見識國內先進嘅設備，以及學習其他選手嘅優點。都充滿住期待嘅對呢個運動會，即係我可能呢啲認識更加多唔同嘅運動員啦，見識唔同嘅人啊，或者見識下唔同嘅新設備啊，令自己有啲對自己訓練有更加多嘅想法。對方基本嘅習慣、基本嘅爬法都有一定嘅熟悉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加翻少少專項訓練啦，500米、200米衝啦、起步咁樣主攻專項。即係可能今次我哋賽500嘅，咁我哋就一入嚟摸一抱自己之後，我哋2個就去直接衝500，去以求喺賽事入邊攞到最佳嘅狀態同埋最佳嘅成績。至於邱子涵同李佩瑜都係首次出戰全運會，2個人今年參加咗大大細細嘅比賽，從中發現咗唔少問題，再作出調整。
磨合上亦都越嚟越好㗎啦，希望喺呢項嘅全國大賽中突破自我，目標係做出比以前更快嘅時間。我哋兩個人即係都有一直爬開呢個單人嘅划艇啦，咁一開始磨合都有啲困難啦，咁就會討論一下邊個喺前面，邊個喺後面度，即係比較唔同嘅戰術咯。但係後面發現我哋可能有少少唔夾啦，並且貝嘅技術比較好啦，所以佢就會喺後面掌控呢個船嘅方向咯。調整完之後覺得都即係順暢好多，同埋有好咗咯。因為我哋都好少參加咁大嘅比賽啦，都有講過啦。咁我哋都係希望追求自己最佳嘅成績啦，做好自己可以做得最好嘅一面啦。都希望可以對比喺澳門而家練艇嗰陣時做得更好啦，亦都希望可以喺出邊學多更多唔同嘅技術啦，或者從其他啲運動員學到新嘅嘢。今屆淨水獨木舟安排喺廣東國際划船中心上演，比賽日期為11月16號至20號。